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2月12号礼拜三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台南南区殡仪馆已经设立36灯，除了整修老旧的礼厅，响应环保，使用电子晚年。现主时阁推出大新便民的服务，包括引进超商，同时第1届开办，提供有线电视和9龄的家属观看，希望借此转移避伤的情绪。让记者来到过去车库所改建的90式唔免点电火，其实就相当明亮，加上积极推广绿色环保民众文化，避免过过去民代所送的实体晚年对环境负担。不但淡市所公立的民众专区，拢全面改成电子资讯，总数达到133台，已经是全国上济。我们本所推动电子晚年主要是考虑我们台南市力推那个低碳城市，再加上现在绿色殡葬的政策施行，所以说我们要迎合现代政策的推行所以我们在就是推广电子晚年的一个设置那目前因为台南市来讲的话，我们除了礼厅有以外，守林市也都增设电子晚年，那数量上是全国之冠所以说在节能减碳还有这个杜绝传统晚年的部分，我们做得非常彻底。那像那个对议员来讲，或者说民代他们的这个制证传统晚年的部分，可以减少很大的这些垃圾制造量。另外，为了好民众伫9年期间避伤的情绪会当转移，南区殡仪馆嘛特别伫90式的电视荧幕同步开办有线电视的服务，总数58台，对10号开始免费试办3个月。如果效果袂歹，将扩大到新营等开发的殡葬环境，加上配合民众守灵公祭时间，引进超商等大型服务，拢得到民众好评。那另外本所为了要让治丧民众他的提供更优质的服务我们在108年12月底那个引进那个莱尔富超商进驻那提供我们治丧民众他们在购物上或者说在这边治丧上的一些物质上的采购需求然后让民众更便利，他在园区内就可以满足他们的一些治丧的一些采购需求。那另外在电视的部分，我们为了让电子晚的功能发挥更大的效益，所以说我们在台南市的南区殡仪馆这边先试办58间的守灵室嫁接有线电视节目，提供民众在治丧期间可以收看来减轻他们的一些哀伤的一个情绪转移那另外这个部分的话，目前是那个免费实施。台南以南区殡仪馆为例，设立已经36档，除了不断整修老旧的礼厅，嘛持续推出大型便民的服务，希望提供双家更优质的环境。台南新闻管及何乔邦采访报道。关心台南的交通建设，市长黄伟哲伫开春以后，为溪北道路工程一直视察到永康。12号下晡前往永兴路甲大湾路357项的拓宽道路，市长强调，永康发展非常快速，相关的道路基础建设嘛要对着脚步。永康对一个乡2万多人到市一直升级到区，现在将近24万人口，发展了真紧。相对的，这基础建设嘛要对着脚步。在下晡，市府干务局就先针对中山南路到永兴街这站12米道路，总长522公尺，开8000多万，已经开辟完工，已向市民报告。以后民众要对高速公路落来进入社区就相当方便。对此，市长黄伟哲认为林景甲在地这议员以及里长拢较常关心。同时提出近期来永康就道路开辟拓宽，的争取高达217亿的工程预算，也无包括道路养护将近3亿经费。那当然，永康是一个新兴的一个人口急速增长的区域，那所以说它的一个基础工程设施都要迎头赶上，那以配合这个人口的急剧增长，所以呢，未来市政府在整个建设经费的分配上，
对于永康市区、永康的区域的，不管是道路、排水以及相关的基础建设，我们都会这个挹注那也希望说能够向中央争取更多的经费，那在基建方面以及整个设施方面，能够提供永康地区更优质、更好的这个生活设施的服务。会中议员嘛提出，该道路开辟以后，一旦转弯无顺，会开设交通安全的顾虑，当场提出定情。对此，市长嘛表达认同，会伫道安汇报提出改善方案。另外，干务局嘛针对台20线北边国道的两边，预计开5亿8来开辟平林道路工程，一并让市民知影，希望一步一步满足民众用路需求。台南新闻管制何超邦采访报道。市府这几天来拢会举办动动530健康彩绘营的活动，透过连续30天运动，并且上网登记，得当抽大奖，来吸引市民持续做运动。市长黄伟哲12号也亲身出席宣传记者会，并且表示，伊这个月会做伙来挑战，希望市民会当踊跃参与。市府卫生局为了鼓励民众养成运动的好习惯，这几年拢会举办动动530健康正赢的活动。民众只要连续运动30天，并把资料传到活动的网站，就有机会来抽奖。今年也加入了健走组，要让更较侪市民会使轻松来参与。12号上午举办活动记者会，市长委托也亲自出席宣传。市长表示，这届活动伊一定会参与，也欢迎市民朋友来见证一个月后伊送偌济。说真的，这是老生常谈的，他鼓励大家多运动。大家都知道多运动对身体好，大家都知道多运动可以增强免疫力。可是事实上，能够做到的人，每次都说我明天再开始运动，或者说我下一餐再开始减肥。所以我觉得其实我自己也是负面的这个例子，所以说我要下定决心，希望能够响应动动530，就是1周5天，每天运动30分钟。那礼拜6、礼拜天千万也不要休息但是也要运动一下。所以呢，我们希望说1个月后。这个大家来见证章，看看我到底瘦了多少所以我觉得其实我们有这个决心，而且去年所举办的动动530也比前年有这个增加了将近2000人的参与。我们希望今年有更多人参与，一起来为我们的健康努力。这不是为了市长，这不是为了市府，这不是为了别人，这是为我们自己的健康。我们为自己的健康负责，我们也为这个其实营造我们自己美好的家庭负责。因为你想想看，家庭的成员如果不健康，要花费很多的健保费、医疗费的话，那事实上家庭的人也不会开心。所以为我们家人负责，为我们自己负责，一起来参加动动530。动动530健康正赢的活动将会举办到10月31号为止，欢迎市民朋友做伙来养成运动的习惯，把健康甲大奖统统抓回去厝。台湾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罗里门新宝庙过年期间举办活动，吸引数十万游客参与。不过近来因为各种传染病流行，为了民众的健康，为12号开始，伫个庙内甲周边8里进行消毒喷药杜绝传染病发生。土城正统罗里门圣母庙自12号开始进行喷药消毒，为原本庙内扩大延伸到周边8里，不管是菜市学校等人群密集的所在，拢是目标。同时嘛，协助学校伫开学进前完成校园消毒的工作。圣母庙主委王明义表示，因为近来武汉肺炎疫情的原因，庙方甲地方里长共同出钱出力，协助政府喷药消毒，要来提升地区防疫效益。台南正统罗里门圣母庙受到咱安南区区公所来先导的，所以咱伫春节的期间，咱逐工拢有来消毒，搁有来用消毒水，互咱的所有游客来洗手啦嘛要呼吁啦咱全国先进大德手一定爱甲接洗咱做伙来抗毒啦。面对这一次的一个传染病的在国际间传染那么我们台湾民众一定要去养成很好的一个良好的一个卫生习惯，才能够抵御各种不同的一个病毒的一个侵扰。那么除了这样子，我们出入在公共场所的时候也特别的一个注意尤其是到医院或者说本身有一个慢性疾病的时候，要保护自己，同时也要保护我们的家人。除了喷药消毒，圣母庙甲区公所嘛呼吁民众爱养成勤洗手的良好卫生习惯，才会当有效降低疫情的发生。
保障地方居民的健康。台南新闻中释维采访报道。休困一下，马上登来新闻现场。预防肠病毒，常常我们会教小朋友湿拖冲捧擦，其实现在也是一样。正确的洗手方法是用水弄湿之后，手背要搓一下，把所有的可能沾染这个病菌的地方，或者是飞沫的地方，或者病毒的地方，都要搓干净。接下来把手洗干净，洗完之后呢，这个水龙头给它冲一冲，接下来把手擦干净。噔噔。正确开启车门很重要，不然怎么开呀？下车要转头注意后方来车，再慢慢开车门。这是两段开车门啦，两段式开车门，两段式开车门，两段式开车门，因为很重要，所以是3次。打开一本书，每页在发亮，文字变鱼儿，游在大海洋，充满了。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非读 book》，台南爱读册。你总以为你和男生一样，他工作你也上班，你洗衣服他换灯泡，他教孩子数学你教注音。但有一件事不一样，50岁以上更年期妇女罹患心血管疾病症状和男性不同，若出现恶心、手麻、呼吸不顺、背痛等症状，请尽速就医检查。国民健康署关心您。台南应用科技大学服装设计管理系学生，伫个网络发起家己做布的考案，送予社福单位的活动，甚至有毕业的校友也来响应。每一工大约会当制作200个，将伫累积一定的数量以后，提供予学校附近的社会团体。用我们晒干后的湿纸巾或者是布织布，然后塞到我们的口罩当中，这样就完成了，这样就可以配出，可以戴上。准备好你平常会使用的口罩，然后把它塞进去就可以使用了。这个的好处是它可以增加口罩的使用寿命，可能说你平常1天就要换1个口罩，那它至少可以让口罩寿命延长2到3天。但卫生习惯你还是要记得要换掉，不能就说可能就一直都用这个口罩这样。然后补充刚刚上一个口罩不织布的部分，其实家里的湿纸巾、卫生纸、尿布那些也都是湿纸巾的材质，甚至是卫生棉垫也可以使用。由学生所示范的这2种布口罩，其实就是这届台南应用科技大学服饰设计管理系的学生所制作的。因为看到现在口罩的需求真大，所以服饰设计管理系的学生就伫网络发起自制布口罩的活动，运用因的专长来制作布口罩，希望提供予有需要的社会团体。校方看到学生的爱心，也主动提供布料甲教室，予学生来使用。其实这个活动是由于同学在社群里面发起的运动，那有感于同学有这种热忱，所以我们就想说，应该请厂商也来提供这个布料，来共同来完成这个善心。我们正在跟青美医院联络当中，那他们愿意提供他们的日照中心、养护中心，那以及本系一向有在长期在合作的一些育幼院，那我们捐助的对象主要这里。那其实目前我们还有做儿童口罩，然后特别是儿童口罩在市面上比较难购买。现场也会使看到一位动作非常美丽的人员，在制作口罩，其实因拢是毕业的校友，因为看到学弟学妹的爱心，所以也主动来加入，希望运用因的专业技能来帮助社会。防治疫情人人有责，所以我们才会希望就是跟同学们一起，就是做一些公益活动，然后将自己所有的一个才能，然后再回馈给社会。现在一天会使制作200个到300个布口罩，将会伫累积一定的数量的时阵来发放。但是校方也强调，这个布口罩目前无开放一般的民众来领取，现在拢以发放予社会团体为主，请民众多加来注意。台南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
迎接西洋情人节，为了让长辈回避少年恋爱的滋味，华山基金会结合安南区公所等单位，邀请长辈前往咖啡厅用餐，并且伫现场教导长辈制作手工花，让因感受浪漫的气氛。华山基金会安南一站在地服务已经超过15档，陪伴帮助将近300位长辈度过孤苦无依的日子。为了感谢长期支持基金会理念的爱心单位，同时也让基金会照顾的老宝贝感受到家庭气氛。华山基金会结合安南区公所、精良新科技公司、金城银行、资信奖等爱心单位共同献爱，陪伴长辈提前度过情人节。你个感觉敢有趣味？党爱者，爱党一二。嘿，做这真趣味吼。感谢咱基金会的赞助吼，对阮每一个老人拢真好，真关心阮，有当时就甲阮送一个迄个年菜啦吼，就今日送年菜给阮安尼，哇，真感动。因为经常会听长辈聊到以前初恋的故事，所以我们想要在情人节之前，然后带长辈一起回忆年轻时候的初恋的感觉这样子。那因为已经华山基金会在地服务15周年，服务过将近300位的长辈，目前服务中的长辈呢，也有100多位。那希望有机会邀请我们在地的善事公司行号或团体，然后一起来认助我们的长辈。因为认同基金会照顾孤苦长辈理念，金城银行连续3档帮助华山募集年菜经费，因也希望透过因的付出，会当号召社会上更侪人加入关怀长辈行列。也很感谢华山基金会，那愿意配我们金城银行，好给我们这个机会参与这个活动。那我想说，不管在这个社会上哈，如果说大家愿意说多伸出自己的力量来帮助这社会，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华山基金会在大台南地区总共成立39个爱心天使站，照顾2500位孤苦长辈，提供年节关怀、陪伴就医、物资发送等免费服务。基金会也希望社会上认同因服务理念的爱心团体，或者是个人，做伙来加入志工的行列。台南新闻中释维采访报道。根据统计，大约有7成的民众伫过去一档拢有头痛的经验，不过大多数拢是找不出原因。基比医学中心表示，现主时除了治肉毒杆菌以外，已经有一款新的药啊，通好预防。根据世界卫生组织调查，发作起来会互人挡袂牢的偏头痛，除来影响工作甲生活品质，甚至已经是造成少年族群失灵的第1名。对此，基比神经内科医生除了提醒民众唔通疏忽，还向大家提出已经有新的药物通好预防，来有效改善的好消息。偏头痛的话，目前原因的话，事实上还没有到很确定。不过，就我们陆续发现一些可能的原因。那现在发现的话，有一个叫 CGRP 的神经传导物质的话，是目前认为跟偏头痛比较有相关的一个原因。那今天的话，我们直接讲一个药物的话，主要就是阻断 CGRP 的作用，然后进而达到预防偏头痛的作用。那其实在之前的话，都有一些口服的预防性的偏头痛的药物。那因为副作用也比较多，那大概可能有50%的人，因为副作用的关系，可能就没有办法持续的使用那些药物。那今天要讲的药物的话，因为它副作用是相对比较少，那效果的话其实也还蛮好的。有一部分的人的话，甚至可以到完全性就完全不会再发生头痛这样，没有办法完全断根，因为原因是事实上目前偏头痛它完全的面貌的话也还不是很清楚。那目前的药物的话，就是希望可以减轻病人的负担，就让他不会头痛，然后所以大概也没办法就是完全的断根这样。那药物的使用的话，一般是假设症状可以控制得好的话，可以暂时先停药。那假设是之后又再复发的话，可能再把药物用回去这样。
医生进一步表示，偏头痛主要原因虽然也无明确，不过目前用肉毒杆菌的注射治疗已经被证明有效，只是因为健保也无给付，对患者是未借负担。未来这款神经传导的物质 CGRP 将是治疗新的趋势，成为患者一大福音。但新闻管制何强邦采访报道。伫过去的30天，膀胱癌晚期的病人一旦化学治疗无效，就无更加好的治疗方式。不过，自从2013年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出现之后，让膀胱癌病人出现治疗的先机。而且，即马这个抑制剂冇健保给付，让患者减少100万至300万的医药费。膀胱癌是台湾男性癌症发生率的第9名。症状以着袂疼的血流为主，通常血流拢是一时有，一时无，而且重复来发生。年龄层以着40岁以上为主。过去针对末期的病人，拢是以着化学治疗为主。如果化学治疗无效，通常病人就无更较好的治疗方式。但是对这个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出现以后，对这种膀胱癌的病人就有了治疗的希望。免疫检查点抑制剂这是一个最近这几年新发展的一个在用于治疗癌症的一种新的药物那目前呢，在我们膀胱癌上的应用上面呢，它是适用于这个所谓的局部晚期的病人以及这个转移的这个病人那当这些病人呢，一旦接受过去呢，在传统呢，这些病人呢，就是需要接受化疗但是我们知道化疗的这个治疗呢，有相当大的副作用包含这个掉头发，包含食欲不振包含这个血球的这个抑制等等的一些并发症，所以很多病人呢，听到这个化疗呢，他就相当的恐惧。那这个免疫抑制剂呢，它是在作用在这个我们所谓的这个免疫检查点什么叫做免疫检查点呢？这是一个在这个我们的这个生物环境里面当这个我们的肿瘤细胞，它上面呢有一个所谓的 PDL1 跟我们的这个 T 细胞上面所谓的 PD1 相结合，这时候呢，它就可以伪装成我们正常细胞，这时候我们 T 细胞就不会对这个肿瘤细胞产生攻击。这免疫抑制剂的治疗呢，就是打破这个间接，让我们这个 T 细胞重新辨认出这是一个肿瘤细胞，把它认为这是一个外来的细胞，因此呢 ，T 细胞就会对这个肿瘤细胞产生攻击，让我们的肿瘤的体积缩小，甚至让我们肿瘤消失不见。现在这个免疫检查点抑制剂也伫4月份的时阵开始加入健保的给付。医生表示，要达到健保给付的条件，上重要的条件就是身体状况要较好，同时也要有做过化疗的患者。目前呢，这个健保给付呢，这些病人呢，第一个就是说这些病人必须要身体状况还不错那他的心肺功能还有这个肾脏功能都还不错另外呢，这些病人可能不适合适用化疗或者是说这些病人做完化疗，但是呢，这个肿瘤呢仍然恶化了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来这个帮病人呢做一个这个所谓的免疫治疗的一个申请那当然它其中还有一些条件包含这些病人呢，他的这些所谓的他的T 细胞的活性要不错所以我们必须做一个这个所谓的PDL1 的一个检测当这个检测如果大于10%，表示这个病人呢可以适用于这个治疗，那当然这个病人就可以来获得申请来获得治疗。使用这个免疫检查点抑制剂治疗的病人，会使伫化学治疗无效的状况之下，会使搁延长病人6个月到10个月的时间。现在伫新的药物帮助之下，会使互这个末期病人减轻癌症的痛苦，嘛会使改善生活的品质。台湾新闻郭博仪采访报道。新闻最后赶快来关心气象。明仔载是好天，有时节分的天气，温度20度到27度，落雨几率2成，海面平均风力5级到6级，上大阵风是8级。感谢你收看2月12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陈美泉，咱再会。